大家好，歡迎嚟到圍爐夜話。美國同伊朗簽署嘅備忘錄嘅今日公開，引發咗一片爭議。特朗普今日喺 G7 峰會後嘅記者會上邊呢，亦都就呢份備忘錄做咗一啲解釋啦。我哋今日就嚟傾下呢件事。咁今日呢，特朗普本人呢，又喺 G7 峰會上就呢個協議做咗一啲解釋，但係我覺得佢唔解釋仲好，一解釋爭議仲大，爭議聲仲強啊。所以我好快咁講下呢個而家媒體啊，美俄媒體嘅發布嘅呢個最終版本咧有14條，咁基本上咧我哋睇下可以話有呢幾條，一條就係話海峽開放，海峽開放係最主要嘅，喺美國喺30日內解除呢個封鎖，伊朗喺30日內開放呢個海峽，但係有一個後續條件就係話60日之後，伊朗會同阿曼同埋海灣國家去協商，咁睇下呢個海峽嘅管理同埋收費，即係要收費，係。亦即係話要收費，即係60日免費係暫時嘅，60日之後有可能要收費。咁仲有一個就係話美國對伊朗釋放咗呢個解除制裁同埋解凍資金，呢個係一部分。我哋而家仲未知道到底金額有幾多，但係呢，從協議嚟嘅，好可能從一開始就有一部分資金被解凍或者被釋放。咁第三部分呢，就係備受爭議嘅一條呢，就係3000億美元嘅咁樣一個重建投資。咁呢個投資咧，根據協議嘅文本係話由美國帶頭嘅主持，咁推動呢件事。佢真正喺呢個投資出錢方係邊個？我哋而家唔知道。佢仲有最後有一點啊，最後有一點就係所有同核相關嘅濃縮咗啦、核武啦，佢嘅密全部都係推到60日之內啊，去談判啊。但係呢個60日係可以延期嘅，延期會延幾耐？就係可以無限期延遲落去。所以基本上呢個就係協議嘅內容。咁我哋先係傾下呢個協議嘅內容，你哋點睇？靜遠先講三大焦點。我首先講呢個協議嘅，我哋佢呢個完全企咗，如果企咗美國嘅立場嘅，作為美國嘅軍事上係完全取得勝利，佔上風嘅咁樣個基點上嚟講，我覺得呢份協議可以話係完全唔能夠滿意嘅，唔能夠話係成功。點解咁講呢？首先第一個頭先提到呢三大焦點，第一個就係呢個海峽開放。海峽開放事實上變成嘅話，最終係要收費嘅。收費就意味住，如果話美國要係同意嘅呢一點，相當於係變相咁承認咗伊朗就真係對海嘯擁有永久嘅管轄權。呢個可係一個非常重大嘅損失。呢個同戰前相比，係咪戰前相比一路講嘅呢個係國際水道？係啊，係咪？而家變成係你呢個伊朗嘅私家財產變成咁樣，咁呢個呢，可以話係一個重大嘅損失。而且呢件事嘅話，佢其他海灣國家同意呢件事咩？係啊，係咪？其他國家亦都冇話我而家從今以後允許伊朗專門控制霍爾木茲海峽。而家海峽淪陷係咁，而家已經寫入呢個協議入邊啦，就係由伊朗同阿曼去進行協商。阿曼肯定喺伊朗面前係毫無疑問啦，佢就係非常弱勢嘅一個國家，佢只係象徵性嘅，因為嗰條水道要一分兩半啦，大家各佔一半，但係毫無疑問佔主導一定係伊朗啊，呢個第一個問題。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呢個核問題，大家最關注就係呢個核問題。核問題咧，我補充一點就係喺呢份協議入邊有明確提到，伊朗必須要做嘅係將佢現有嗰部分濃縮咗，叫做現場銷毀稀釋，現場稀釋嘅。即係換句話講，我覺得美國喺呢個問題上邊連續做出嚟幾個讓步。第一個讓步咧係過去美國堅持要求必須要轉移出嚟，但係而家美國放棄咗。OK， 你唔轉移就喺你嗰度現場稀釋就得啦。第二個喺呢個以前話要銷毀嘅係咪？甚至係佢以前講嘅銷毀咧，其實主要就係指呢個稀釋，即係指你稀釋到冇辦法作為，唔可能作為武器級嘅濃縮啲嘅使用。仲有一個更重要嘅係以前美國呢邊提出嘅要求一直係現有嘅濃縮嘅要稀釋銷毀之外，仲有就係佢嗰啲既有嘅核設施咧，必須要摧毀。但係佢而家公佈出嚟呢個條件咧，呢個內容入邊咧冇一個字咧冇提過任何嘅提到核設施，亦即係話呢個核設施應該好大可能係佢要唔要摧毀，係冇接落嚟嗰60日去慢慢傾嘅，而家係一個未知數，係待定嘅。所以呢個咁我哋嘅係相當於美國呢邊又再次做咗一個讓步。仲有第三個，我覺得另外有一點覺得不可思議嘅係，咁呢個伊朗既有喺呢部分濃縮咗嘅稀釋咧，佢唔係無條件嘅。佢係有咁樣一個前提，話根據第7段，因為呢個係出現咗第8條，佢話根據第7條所述嘅
前述所講嘅美伊雙方所達成嘅嗰個時間表，然後根據呢個時間表嘅進度，我哋先至冇稀釋呢個濃縮嘅。然後我就即刻去查呢個第7條係講咩？第7條講嘅就係、美伊雙方都同意美國要解除即係對伊朗嗰一系列嘅制裁，所有嘅制裁，包括美國俾佢嘅制裁，包括聯合國俾佢嘅安理會俾佢嘅制裁，包括國際原子能機構喺過去俾佢施加咗所有嗰啲制裁，甚至包括美國嘅1級制裁、2級制裁，全部都要解除。咁換句話講，咁我哋理解就係、呢個變成係伊朗要銷毀濃縮嘅係有前提嘅，前提係你美國要先睇你美國解除制裁嘅程度，制裁到個定程度，我先銷毀一啲，你再解除多一啲制裁，我再銷毀多一啲，係變成咁樣，因為佢寫得好清楚，係要根據第7條嗰個時間表嘅確定呢個銷毀濃縮嘅，就調翻轉啦。以前我哋一路理解咗應該係你已經銷毀咗啦，係啊，伊朗表現好啦，你銷毀咗，我先至幫你解除制裁，俾翻啲錢你。然後你再表現好啲，銷毀一部分，然後我再俾翻啲錢你，就係呢個主詞。而家完全感覺係顛倒過嚟嘅，或者話邊個主動，邊個被動，完全顛倒。係呢個主動同被動完全係顛倒嘅，所以我覺得我哋睇呢個第二大問題係有問題嘅。第三個就係關於呢個資金嘅釋放啦，因為資金釋放咧，頭先其實方面你有提到就係嗰3000億係咪啦？呢3000億其實大家係最關注嘅，爭議係非常大嘅。首先咧，我覺得我睇落去咧，伊朗現成立即就能夠得到個好處，就係伊朗而家咩都仲未做，咁即刻就已經得到咗一大好處噶。美國已經解除咗對伊朗銷售自己石油同埋天然氣、石化產品，所有呢啲制裁已經解除咗。呢部分可唔係細數目。伊朗按咗過去嘅銷售，即係佢每個月啊，佢出售嘅石油、天然氣最低限度係30億美元一個月，係啊，一個月30億美元。1年就接近400億，唔係細數，對伊朗嚟講好重要。伊朗未做咩，已經攞到幾十億美元啦，2個月60億肯定到手。而且我相信伊朗積壓咗咁多呢啲石油，佢有可能甚至超過呢個數都係有可能嘅。然後呢，仲有一個就係呢3000億呢，係特朗普總統今日出嚟做咗一個特別說明嘅話，我哋美國係唔會出1分錢嘅。咁講嘅係事實，美國的確係唔出1分錢。但係咧，佢寫咗呢個條約入邊咧，好清楚係要由美國嘅出邊去組織、去協調嘅，去推動。講白啲，推動呢啲相關嘅國家或者私人機構或者其他邊個，反正願意佢投資，好似特朗普話齋，邊個願意去投資，邊個去投資，嗰啲係乜嘢嘅事，同我哋關係。但係咁嚴格嚟講，並唔能夠話係同美國完全冇關係，只能夠話美國自己唔出錢啊。但係美國要出力嘅。呢個我插一句啊。嗰個特朗普今日喺 G7 會後嘅呢個新聞發佈會上為呢個做辯解嘅，佢話唔通我可以同所有人講你哋唔准去伊朗投資咩？我覺得話，哎呀呢位老兄你就唔好咁樣辯解啦，冇人話要你同所有人講唔准投資，但你美國有必要喺後邊去推動呢個投資咩？你有必要去主持帶頭呢個投資咩？係，所以我先至話，即係美國實質上呢個條約規定。咁我哋理解佢係規定美國你可以唔出錢呢3000億，但你要出力嘅，係你唔出錢你要出力，就好似話美國你要為你過去戰爭中俾伊朗帶嚟嘅損失咁承擔呢個責任。其實真係變相喺戰爭賠償，變相佢賠償。係啊，的確係咁。咁所以我睇到我真係覺得有啲驚訝，我就覺得我話咁我哋喺美國應該係戰勝方，呢個軍事上美國係打贏咗呢場戰爭，點解簽呢個條約感覺係美國係賠償，係倒翻轉係輸家，有冇呢種感覺？當然就係話唯一點點區別就係話美國係我自己係咁出錢，我只係出頭作為我大佬，我去打個招呼 ，OK， 各位細佬都係俾咗呢個投資。但係你如果唔打招呼嘅話，邊個會願意去往咁樣一個國家去投錢呢？我哋錢佢唔睇得翻啊，係咪先？係啊，連沙特嘅王子唔係都講咩？而家首先要恢復同伊朗嘅呢個信任，因為佢哋俾人打咗。伊朗你喺呢個過去幾個月入邊，你對成個GCC 國家嘅呢個胡亂攻擊所帶嚟嘅損失，破壞咗呢個信任啊等等。咁呢啲都仲未恢復，邊個願意投資係咪？咁其他嘢你就算係民間就話美國政府唔出1分錢，民間嘅公司話我願意去嗰邊投資，但係邊個能保證話呢個投資真係能夠獲利？係啊，邊個敢保證呢？嗰個伊朗政府今日即刻又變臉，咁點算呢？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其實係即係話美國係相當於係一種表態話
我好似即係話呢個俾你嘅戰爭帶嚟嘅損失，以國家信譽背書去照顧佢哋彌補你哋嘅一啲損失，好似係咁。所以我覺得美國係非常被動嘅。咁另外一點我就睇到就係話，今日呢個新聞發佈會上邊呢，有一個記者問 Trump 話，2020年1月嘅時候，有一個記者話伊朗從來冇贏過一場戰爭，但係伊朗呢亦都佢輸過一場談判，從來冇輸過一場談判。係啊，然後 Trump 問係邊個講嘅，就係 Donald Trump 講嘅。咁所以呢個係喺6年前講嘅説話，佢唔記得自己講過佢嘅，佢哋唔記得。之後報咗句，我就知你會咁講。係2010年16年前講嘅，係唔係？後來我聽好似係2020，不過 anyway， 咁總括嚟講就係而家唔係好似證明嘅。我覺得呢個 MOU 反而係説明嘅，就係話呢次談判，我覺得係以伊朗應該話，就算唔係完全獲勝，亦都係我覺得佔咗非常有利嘅一個狀態。特別係我覺得呢個制裁解禁，包括石油禁運嘅恢復，呢個我覺得好不可思議。因為我覺得喺過去幾個月入邊，最有威力嘅武器，實際上就係針對伊朗嘅石油。包括就我哋以前做節目探討過咩哈爾克島啊，呢個點樣美國對呢個石油嘅嗰個係冇經濟大動脈啊，你呢個係冇輸血嘅呢個大動脈，係咪？所以如果你當時有呢個有利條件，你將呢件事卡住佢，咁伊朗就不得不軟化，不得不坐喺談判桌同你傾。咁你而家突然之間就全部解禁晒啦，就係一份 MOU 喎。咁啊具體嘅好處美國都睇唔到係咪？美國只不過係話，唯一嘅好處好似係話，你答應佢可以去稀釋你現有嘅濃縮嘅，但係呢個時間點係點樣咁稀釋到咩程度？幾多比例？然後呢，你呢個稀釋係咪irreversible 係不可逆轉嘅？係咪真係一種銷毀？都仲有排講。嗰啲都係以後嘅問題。問題而家呢個關頭，佢哋都未做嘅時候，美國已經做咗好多讓步。你睇咧，仲未提到呢一點。第11條就係美國承諾嘅備忘錄開始實施之後，全面開放伊朗被凍結或者受限制嘅資金同資產，亦即係話啱啱簽完呢份備忘錄嘅第2分鐘，伊朗咧就可以要求你解凍佢哋一部分資產。係啊，而且仲有更重要嘅係，佢係話供伊朗自由使用。已經有咗呢種賬戶，或者話哪怕係已經轉咗佢哋呢部分錢啦，都可以由伊朗嘅中央銀行佢哋自己所指定嘅任何用戶噶去進行操作或者管理，去使用呢筆錢啦。意味住啲咩？咁我哋嘅即係呢個就意味住伊朗嚟到手，毫無疑問肯定係即刻俾哈馬斯擴充咗嘅導彈庫啊，或者係去俾咩哈馬斯啦，或者係一定係用嚟做呢啲咁嘅。所以你呢個唔係你打咗半日，唔係就打咗個直頭唔知係寂寞。係啊。完全係打佢打去，反而仲幫佢壯大嘅實力，仲幫佢擴充埋。係啊，因為我原來解凍咗資金可唔係小數目，咁你而家一旦解凍嘅話，佢完全可以重新再同譬如話同俄羅斯或者係中共購買更多嘅無人機啊，更多嘅嘢，你以後更加冇辦法控制嘅。而且仲有一點啊，就係川普今日提到嗰啲導彈啊，佢唔係居然話佢話伊朗咧都可以有導彈。喺沙特嗰啲都有導彈，咁你以前摧毀咗導彈做嘢，唔係問題就係話沙特人佢可佢向其他國家調導彈啊？係啊，你伊朗前1個月咧仲向緊其他所有國家調導彈，你話你咁樣你講埋嘅啲乜嘢，我就覺得我已經唔識呢個川普啦。所以我俾個好簡單嘅答案，呢60日肯定做唔到嘅，肯定會有啲事發生，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對我嚟講咁。我其實一直嘅觀點，我知道因為方偉老師嘅觀點同鄭遠老師嘅觀點係相對立嘅，我一直感覺係咁中間。就我覺得佢呢樣嘢聽落去呢10幾條、15條，感覺都唔現實。即係話美國作為一個咁嘅國家，點可能俾出咁多讓步啊？所以我真係覺得喺呢60日之內會有啲咩古怪出嚟。而且我其實認為伊朗俾咗呢啲，咁當然而家我認為基點係川普好想達成咁嘅停火，但係我覺得伊朗要嚟呢啲籌碼好多時，我覺得亦都係佢唔相信，佢唔認為美國呢邊可能會即係去即係完成咗嗰邊嘅承諾。你覺得佢唔認為美國會咁做？係，所以佢開價嘅意思係話，我開呢種天價嘅話，你美國肯定唔會做。結果美國川普呢邊突然間，我認為啊，係川普仲真係答應嘅。咁所以我覺得呢60日之內呢，我係因為今日見到好似係加拉巴夫出嚟講嘅嘢，咁個意思就係話我哋呢個好似係
就我聽嘅意思就係話，我哋係經過多輪討論之後達成嘅。但我聽佢嘅意思呢，我可能理解錯，亦可能係因為翻譯啦。佢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唔係咁相信呢啲係美國最後能俾我哋嘅敵。所以我覺得喺呢60日，而且我非常之相信川普嗰句説話。如果唔得，我哋再翻去炸多啲一輪。我覺得呢個係非常有我完全唔相信呢個説話。我都唔信川普會炸咗。咁今日記者會話我哋彈藥快用完。嗱，呢點我要問你啊，曉旭呢個屬於國家機密嚟㗎嘛？係啊，佢做乜要講我都奇怪。件事係啊，佢話佢差唔多4個星期之後就可能要消耗晒，點解要講呢句説話呢？咁講咗以前唔係話仲有其他好多地方冇備用咩？係咪啊？仲有冇備用㗎嘛？佢都有提到備用㗎。但係呢，呢啲備用有幾多糧？你點解要話俾人聽你可以用幾耐呢？而且你亦都冇提到你軍工嘅力量，即係話如果我加強生產，我可以生產幾多？係咪啊？咁你而家就等於話我咁樣講，就係話反正以後我唔想打你啦。我先至嚟講，唔係你而家唔想打，同你60日之後或者你60日更長，因為我個人認為川普佢應該係過咗中期選舉之後，佢先至會翻嚟執伊朗。但係我覺得咁樣嘅做法呢，我覺得係令到川普唔單止係喺個人，甚至係佢成個行政當局嘅信譽受到好大損失。呢個而且另外呢，我唔完全同意話，即係話好似只係60日嘅問題，因為你而家一旦簽咗諒解備忘錄，如果呢個協議簽完之後，伊朗即刻就揾你要錢，你係咪要俾佢幾十個10億美金啊？定係幾多個？仲係20億？咁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即係伊朗，我即刻就係話呢個人本來就快暈低，而家即刻就有血輸緊入嚟。係跟住又俾錢。但係我覺得如果佢哋係60日談判嘅話，我覺得當然我唔知美國呢邊會點樣。如果仲係由 Kushner 同埋嗰個 Witkoff 嘅咁去談判嘅話，有可能呢啲錢真係會俾出去。呢點我係同意嘅。但係我覺得即係話最長呢2個月之內，如果佢哋談成即係佢哋簽唔到成份合約嘅話，我唔認為美國呢邊會俾太多呢種經濟上嘅支援。但係我擔心 Trump 已經將自己擺嘢火上燒啊！即係話呢60日，因為而家美國已經讓咗好多步，你為咗達成協議，仲會再讓步啊！所以呢，就呢，我覺得其實之後嗰60日咧已經冇嘅意義，因為你已經讓步到呢個程度。對於伊朗嚟講咧，我覺得佢有3個好處，一個就係佢哋戰略上加強咗，佢俾呢個政權嘅合法性，相當於得到 Trump 政府背書。一個係佢嚟到嘅荷姆茲海峽嘅擁有權，一個係佢嘅合法性得到嘅背書。佢仲有一個咧，就係話佢其實係嚟到嘅錢，佢攞住呢啲錢，隨時就可以去武裝自己。或者支持嗰個地區嘅細佬重建佢哋武裝，所以佢係有好多好處嘅。咁佢點解仲要讓步呢？咁喺核問題上點解要讓步呢？係啊，完全冇過咗60日，佢已經抖翻順啖氣。實講到呢個問題，我覺得尤其係前邊，你仲記唔記得呢份協議嘅前邊？第2條定第3條就特別講嘅就係美伊雙方互相都係確認對方嘅主權，承認對方佢哋嘅物物。其實點解呢？我覺得呢個其實喺政治上對 Trump 嚟講打擊其實損失係非常大嘅，因為邊個都知伊朗呢次因為屠殺自己嘅民眾，係咪殺咗4萬幾人？其實已經令到伊朗嘅國際社會佢哋自己民眾嘅心目中係已經徹底喪失咗呢個政權嘅合法性，係喺呢種基礎之上。但係而家突然間相當於美國以世界頭號大哥係嘛呢個地位嘅身份 ，OK， 我承認你係合法嘅。相當於幫佢呢個政權咧做咗一個政治上嘅背書，亦都相當於喺政治上極大嘅加強嘅。你變相鞏固咗伊朗呢個政權嘅地位嘅。你如果再指望話老百姓再企出嚟去推翻咗點樣就呢個其實難度係非常大嘅。我覺得呢個就係呢次俾人哋感覺完全係不可思議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我覺得理論上唔排除就係 David 所講嗰個。因為中國過去有個老話叫做反常必有妖，係咪？點解 Trump 會出現一個冇反常嘅行為，簽咗一份咁樣嘅協議呢？你唔覺得有啲奇怪咩？就係佢亦都太過奇怪，或者只能夠說明我覺得就係話理論上唔排除完全只有一個合理嘅結論，就係 Trump 有某種重大嘅難言之隱，就係佢實在係又唔可以宣之口講出嚟嘅，但係肯定係有某方面嘅呢種重大原因。但係我覺得喺呢一點上邊。
咁呢個損失係好難補救翻嚟嘅，因為原本伊朗人民係將 Trump 當做救星，係咪？你當時呼籲人哋上街，你當時話 Help on the way，你係有一系列嘅承諾，佢有幾多伊朗民眾期待緊呢件事？咁你最後經歷咗五個幾月、6個月，而家由1月份計起嘅話，或者係由舊年12月底，伊朗民眾都抗議起嚟，你計下整整6個幾月，你最後令到所有民眾嘅希望落空。伊朗老百姓原本就話喺戰爭期間呢個忍飢挨餓，盼望住，希望呢個 IRGC 被打垮，希望呢個政權空檔，然後仲有機會能夠出嚟重新上街，重新奪取政權，係咪？以前 Trump 自己都話要等待伊朗民呢個有一個更好嘅時機，等佢哋去奪取呢個政權，而家全部拋棄晒，從來都冇諗過。但係而且而家反過嚟仲幫伊朗政權同佢輸血，俾咗咁多錢。我認可你再同你輸血，仲要話我要多謝習近平，多謝普京，保持中立就係佢。然後仲要話 Hamas 都比較乖啦，話 Hamas behave themselves， 即係話 Hamas 最近比較乖呢個意思啊，將 Hamas 都提埋。但係我想提一下，即係話金榮頭先話佢係咪有難言之隱啊？我覺得佢我自己嘅理解就係話，佢其實將佢嘅原因講嘢出嚟，就係因為呢個海峽嘅問題。佢話咁樣落去，成個全球都會進入經濟衰退。佢話如果你睇唔明呢一點，你就係個 stupid person， 你就係個蠢人。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呢，係 Trump 自己認為嘅只有呢條路嘅，其實有第二條路。我覺得被呢個油價嘅事俾點講呢，陷入咗一個誤區。佢太咁重呢樣嘢，係就算油價你咁重，但係而家明明你係有路行嘅，因為第一佢自己都話佢哋過去嘅唔知1個月定係幾多人有1億桶油喺美軍嘅保護之下偷偷地運出嚟，係咪？即係話佢喺度偷偷地做緊呢啲嘢。係兩百幾隻船好似係，但係嗰個桶嗰個油桶係大概1億幾桶啊，係，所以你其實已經喺度做緊呢件事啦。你哪怕我持續做呢樣呢，你都比佢要簽咁樣嘅協議要好。仲有一個就係話美軍其實我相信完全有實力將呢個海嘯硬行打開。我真係認為美軍有實力。你有幾多隻快艇？伊朗就算你有上千隻快艇，你有幾多架無人機？唔通我美軍一日打10隻，我打100日總可以啦嘅，或者我打10日。我認為真正原因真係好似頭先小桂博士講嗰樣咁，真係可能佢彈藥。佢哋你開打之前唔知咩？唔係。呢樣嘢，我覺得就係、我認為一開始起初 Trump 嘅就係當時軍人俾咗嗰啲路線，佢認為好好嘅就去嚟做。但我覺得去到一定時期，佢知道開始發現就係話，我而家庫存唔管點樣，我覺得軍備仲有，包括當時其實亦都當時就有報道嘛，話佢可能呢個彈藥庫，當時佢哋嗰個政府肯定係話喺呢件事啦。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嚟講出嚟呢個係實話，亦都係點解我非常肯定佢認為佢呢幾個月係相當於就係想要捲土重來之前要緩一下。但係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我係覺得呢段時間 Hicks 同呢個 General Keane 太沉默啦，基本上個聲就係喺呢一段時間入邊，幾乎全部都係 Witcom 仲有 JD Vance。咁佢就係政治人物喺度唱主角，而唔係軍事做主角。我覺得呢個係策略上本身就有一個大嘅問題。其實我唔覺得美軍佢呢種消耗會去到咁可怕嘅程度。例如話無人機都唔得，先打咗1個幾月。打，人哋話以色列打咗幾耐啊？係啊，佢以色列長期都喺度作戰啊，而且仲有一點啊，就係、我覺得你要留意下，而家唔止一間媒體報道都提出咗，就係而家主戰派同主和派係咪？特朗普政府亦都分為兩派，主戰派咧就係呢個 Rubio、Hegseth 同埋好似 Ratcliffe 呢位中情局長，佢哋為主，佢哋主張話要呢個完全係你想。呢個 Hegseth 如果話真係完全冇晒彈藥咧，就冇辦法打落去。不過覺得我就覺得 Hegseth 唔可能會咁強硬嘅。我哋仲要再覺得你都冇彈藥啦，你係部長啊 ，Arthur 要你負責嘅。呢個係你身上嘅責任。你點解打咗咁耐？你彈藥有幾多？儲備有幾多？你都搞唔清楚咩 ？Hegseth 都主戰啦，說明個心入邊肯定係有底嘅。起碼佢認為我哋繼續將呢場戰爭打完，我哋啲彈藥應該係夠用嘅，否則佢唔可能係咁樣而且你睇下第三艘嗰架航空母艦部署過去，佢就說明你當時真係仲有精力，仲可以打嘅。只不過我係覺得喺過去2個幾月嘅談判入邊呢，
就係我覺得主和派完全將主戰派壓咗落去，然後一心一意想去談判。咁呢件事，我覺得其實特朗普內部內閣嘅，我係好同意你講嘅呢一點。我覺得喺內部嘅分裂好大問題，好大問題嘅。但係我覺得呢個主要仲係啲特朗普最後嘅決定啊！我甚至覺得話內部一定會有唔同意見，但係特朗普要啲咩？我認為其實係特朗普想要呢個協議。但係你睇下特朗普，佢其實係一個，我一開始認為佢自己有自己嘅論述，但係你睇下佢其實成日俾人 influence 嘅。你睇下佢同 Zelensky 一通電話，Zelensky 就話你睇下我哋烏克蘭而家點樣同普京一通電話，結果普京呢邊又反過嚟，然後同習近平一講嘅，結果習近平佢又同習近平係，我覺得佢係咁其實係好中意聽人哋意見嘅。就我知道就係其實係特朗普佢只要同佢講得埋口，係咪？係咁就其實你記得我哋嘅舊年好似係我記得有一次，反正我嗰陣時就見到佢哋有報道話，當時佢嘅內閣分裂其實就係 Rubio 啦。呢邊同 Vance 呢邊兩個非常唔同嘅意識形態上。12日戰爭午夜重錘嘅時候，應該係喺嗰個之後，馬杜羅嘛，就係喺馬杜羅之前午夜之錘之後，就嗰段時間就係話大家又喺度講到底，而家 Vance 係咪俾人邊緣化，定係 Rubio 俾人邊緣化咁樣？但係呢，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我覺得我個人認為而家特朗普佢並冇完全將 Rubio 邊緣化，但係呢，成件事對呢個就亦都唔叫主戰派，應該就叫做我覺得佢唔係主戰派，而係話佢哋唔同意呢個協議。啱認為咧呢個協議實在係唔簽得。我覺得呢個時候 Vance 而家有冇佔上風？但係我覺得今日特朗普講嗰句嘅，我都認為係真嘅。佢就話如果呢個唔得，佢就 Vance 嘅錯咯。我覺得佢呢句嘅係真嘅，因為呢個係 Vance 佢哋嗰一派俾佢出嘅主意。嗰個意思係你先談判啦，就算你談到最後60日唔得嘅，我哋再翻去 Hexas 之前。我覺得呢樣嘢太危險啦。Vance 簡直係將佢嘅政治前途同呢份協議綁埋一齊。係啊，因為本來都唔需要揀出嚟做呢個談判嘅協調人。照理嚟講，呢類談判應該係由國務卿或者 Witkoff 出邊，點解佢會跳入嚟？我覺得呢個角色好奇怪。Vance 參與談判呢件事本身呢，就係 Trump 所作出嘅讓步嘅一部分。因為我記得好清楚啦，最開頭咧喺伊朗嗰邊提出嚟嘅，伊朗嗰邊咧點名要求 Vance 參與談判啦。當時因為我做呢單新聞，所以我好有印象嘅。但係反過嚟講，即係話你實際上喺呢件事之前 ，Vance 已經透過其他渠道同伊朗人有溝通，人哋先知，咦呢個人係有希望同佢傾。佢唔使透過渠道，佢公開反對呢場戰爭。佢係話佢唔同意開戰。但係你公開反對嘅時候呢，仲未代表話你直接就係同嗰個有點講呢？你點講呢？有咁樣巨大嘅一個分歧啦。但係我覺得伊朗肯定都係全面分析美國政壇嘅動向。其實我睇到伊朗嗰邊嘅講法係話 Witkoff 同 Kushner 點解唔中意呢？因為第一輪談判談崩咗，就係因為佢哋兩個翻去同 Trump 講話，伊朗人完全冇誠意。係 Trump 先決定打，而家再坐低談判，佢哋話唔可以只係呢兩個人，一定要加或者換人，所以就加咗 Vance 入去，先至點名要 Vance， 然後咧 Trump 就同意佢，先至叫 Vance 去，結果 Vance 去到傾咧，果然佢哋就好高興啦。雖然佢第一輪都係，雖然係談崩嘅，係咪？當時呢件事有冇告吹？當時告吹係因為咩呢？就係起碼我哋睇到報道出嚟係 Vance 堅持話伊朗起碼要暫停濃縮咗20年，然之後呢邊俾出嚟還價，即係 Vance 開價。伊朗俾出還價話最多5年，甚至最長都唔可以超過10年，就係只係佢一個具體嘅細節年期上面有啲分歧，傾唔成。但係呢，佢原則性嚟嘅，你冇傾到而家變咗連 Trump 自己 ，Trump 記得當時佢仲公開講，佢話 Vance 搞咩20年。話咧佢唔係我中意嘅，係咪？話我係唔可以接受嘅。但係而家佢就係前日啦，佢接受紐約時報專訪，佢自己講嘅，或者我哋可以接受呢個15年到20年嘅暫停。係，我覺得就係一旦對呢種邪惡政權你開始讓步之後，就不知不覺越讓越多，越讓越多。因為我覺得中期選舉越嚟越近啦，Trump 可能自己覺得壓力越嚟越大嘅，咁不知不覺就選擇咗。但係我睇到嗰個Hanson 教授講，我覺得講得特別有道理。佢話如果係選擇一個無論點樣我就簽份咗我就走人，呢樣對佢中期選舉嘅傷害仲大。係啊，我都係佢覺得即係話而家已經受損嘅，包括
共和黨入邊咁多資深嘅參議員，而家對呢件事都好不滿，都完全接受唔到啊！